是上面的如果讲了不同所在有建议，我讲是最天的内底，我参加以上到最天的内底身体健康，欢迎上班，以上。咱给不要这个机会，那么咱给这些朋友，希望咱呢，来咱修炼法道，咱自然而然的，咱就法度达到了解，最终伊的这个圆满因为修炼法道来讲呢，当然有个道，咱若无真修实践，咱到最终要成就。所以讲呢，咱伫即个修炼来讲起，你的心用到对，你就成就到对；你的心用伫对，你就成就伫对一个。所以讲呢，